是圣灵降临节哈，我们圣灵降临的一个表现就是大家有热情哈，热情啊，大家很活泼哈。那今天呢，我们也特别在圣灵降临节的时候呢，我们特别安排了这个讲座，邀请我们加利利祈祷院宣教中心的院长我们陈坤生牧师来给我们主持2堂的培灵。第一堂就是刚刚我们举行的，他是讲圣灵充满的生活。那第2讲呢，在等一下要进行，就是晋升祈祷的4个阶段。感谢主我们在之前呢还没有驻堂牧师的时候呢，特别有邀请了陈牧师来给我们许多事的主持，来给我们勉励他特别在祷告山有很多非常棒的属灵的经历，特别是祷告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成为一个这个属灵的武器，属灵的一个能力，那是我们需要每一个人都要学习的哈。当然等一下牧师也介绍，就是加利利祈祷院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最棒的一个属灵灵修的地方。那希望我们能够透过陈牧师的服事得到更多的喜乐跟平安。那今天我们在投影片会把这个大纲投出来哈。那我们的资料印这个大纲也印在我们第10页的地方我们等一下邀请陈牧师，他是要讲到的时候，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他，好不好一起热烈欢迎陈牧师，谢谢。我们再一次同心来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放下一切的重担、世俗的缠绕，我们遵守神你的命令，在主日、安息日，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专心的敬拜你。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来亲近你，因为你应许，当我们亲近你的时候，你就来亲近我们。主我们这个时候，主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愿你的灵运行在我们的会中，愿你的灵充满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这个时候除去所有一切的缠绕，除去所有一切的愁烦，让我们能够专心的在神灵的面前聆听神灵的话语，如同玛利亚一样，在耶稣的脚前聆听主所要说的话。主我们渴慕你，被你的灵所充满，我们更渴慕被你的话语所充满。求你这个时候在我们的当中祝福我们，让我们有个聆听的耳，有一个倾听的耳，谦卑的心，受教的心，来聆听神灵的话语。求你祝福我们今天早上在这里的敬拜，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是圣灵降临节，圣灵降临在我们的生命里，有几个非常重要的要了解的。第一个就是圣灵充满在我们的心中，我们英文叫 in you， 神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救主的时候，圣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但是当我们要服侍神的时候，我们需要圣灵的浇灌充满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叫 upon you 或是 on you， 就是浇灌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满有圣灵的恩膏。但是圣灵的充满住在我们的里面，圣灵的恩膏膏抹在我们的身上，如何让它彰显？最重要的是神与我们同在，就是 with you。 所以要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当你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救主的时候，圣灵是 in you， 住在你的里面没有错。但是住在你里面的圣灵有没有彰显他的能力？赵永基牧师曾经说，如果我们娶了一个太太，结婚以后带她进我们的家，如果我们只把她关在房间里面，整天都在房间里面做你的太太，那你这个太太要做什么？毫无用处的。是啊，她是住在你的里面啊，住在你的家里啊，住在你的房间里啊。但是如果你不让她工作，那这个太太就不能发挥她的功用。圣灵也一样啊，虽然你信耶稣的时候，圣灵就住在你的里面，但是在你里面的圣灵怎么发挥他的能力跟功效？你一定要服侍啊，
你一定要服侍要做啊，但是服侍这个能力要怎么出来？所以 with you 的圣灵就是神与你同在，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无论圣灵的内住或圣灵的外显，都是因为圣灵的同在、神的同在而带来所有神迹奇事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彰显。所以神的同在、圣灵的同在，常常在怎么样的情况，我们能够让它持续不断的彰显圣灵的能力呢？就是借着祷告。无论我们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圣灵充满的生活，无论你的敬拜，你没有祷告，那个敬拜是没有神的同在，只是唱唱歌而已啊，不是对神的敬拜啊。那是唱歌给人听，弹琴给人听，打鼓给人听啊，那是演唱、演奏，那不是敬拜。你借着祷告以后，人的灵向着神，那个才是敬拜。向着人是演唱，向着人是演奏，向着人是演讲。但是如果向着神，我们就敬拜，不一样的。你的爱的分享、传福音、服事也是一样。如果没有祷告做后盾，没有祷告来支撑我们那个服事，也没有神迹奇事可以发生的。所以很多人他有做爱心的工作，但是到最后也是没有什么果效的。所以无论是圣灵的内住，无论是圣灵的外显，最重要的就是神同在。神同在 with you， 在你的生命里，你内住的圣灵，他就能彰显他圣灵内住的能力。浇灌的圣灵、高摩的圣灵，他也能够彰显他高摩的能力。所以祷告对圣灵能力的彰显，是让神的同在能够显明。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不仅要渴慕被圣灵充满，我们更要用祷告随时与神同工。不仅做而已，我们更需要与神同工的，就是借着祷告让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工作。加尔文曾经讲一句话，说基督徒如果不祷告，就是跟上帝呛声，我的事情不需要你管，我自己做就可以。那我们欢迎圣灵，我们迎接圣灵，但是又说我不需要你管，我不需要你介入我的生命里，我不需要介入我的服事、我的工作、我的家庭、我的事业，不需要你。你不祷告，就是跟神上下说我不需要你啊。但是圣灵是要住在我们里面，你又说我不需要你。圣灵浇灌在我们身上，要彰显他的能力，我们又说不需要你，这不行的。所以任何一个基督徒必须因着祷告，不断的祷告，保罗所说的不住的祷告，不停的祷告，热切的祷告，让神这个 with you 与我们同在的圣灵来彰显他需要的能力。那这一堂我特别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就是关于祷告的这个信息。我们祷告从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文，我们称为主祷文。从主祷文来学习，我们的祷告有4个阶段，这是我们今天这一堂特别要学习的。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的时候，你的身份就是儿女，所以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祷告是来到父的面前，我们在天上的父，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我们这样称呼表达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是来到天父的面前。我们是儿女，儿女在圣经都讲得很清楚，儿女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他的身份是要做什么的，就是要承接产业的。我们这东方人都很清楚，过去父母所有一切的产业遗产，如果没有特别遗属的吩咐，都是要给儿女分的啦。以前大部分都给儿子，女儿都没有了。那现在的父母不错，现在已经男女平等，会平分，大家男女都一样，儿子女儿都有这个产业。就是说什么？就是儿女他是有一个身份，他就是要来承受产业的。
所以上帝一切的丰富都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彰显。耶稣说：“我来到我们的当中，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而且得更丰盛。”所以信耶稣以后，我们的生命得着更丰盛，灵魂体都得到祝福，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神要祝福我们有丰盛的生命啊，有丰盛的生命啊！这个丰盛的生命要从哪里领受？除了工作打拼以外，很重要的就借着祷告，神要不断的把那丰盛的祝福赐给我们。所以我们祷告来到神的面前，你就是儿女。儿女来到神的面前，跟仆人不一样的。保罗说，仆人会心里会恐惧害怕，但是做儿女的就没有了，没有这个害怕的心。回到神的面前，浪子回头的故事更让我们更清楚的，我们回到神的面前，虽然过去曾经是浪子，曾经是不听话的，是悖逆神的，但是神爱我们。所以在罗马书里面，我们就看到保罗非常这个清楚的告诉我们，第5章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软弱的时候，他爱我们，为我们死了；我们还犯罪的时候，他爱我们，为我们死了；我们悖逆神的时候，不听他的话的时候，他仍然为我们死。所以你软弱，你悖逆，你犯罪，神都仍然爱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是他的儿女啊，所以他对我们的爱是永远的。我们来到父的面前，向他祈求，神就要施恩给我们。神所有的都是我们可以领受的。所以当我们祷告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心志。来到神的面前，你是来到阿爸父的面前，来到阿爸父的面前，他是我们的亲人，是我们的家人，不必害怕，我们是回到神的家。所以我们祷告是需要预备我们的心。很多人敬拜领受祝福，有的人主日崇拜或参加小组的聚会也好，有的人没有领受祝福，有的人领受很多。最大的差别就是他的心理的预备，越有预备心的人，他领受的祝福就越大。有人说，牧师这个我来到加利利来这边祷告灵修，为什么跟在家里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因为你来到加利利，你要预备心啊，你要排除你的工作，排除你的家务，全部要安排好。我这个时间安静来亲近神。有人跟我说，牧师，我如果参加礼拜六的充电营，礼拜六早上我从家里出发来参加9点半开始的课，跟我星期五晚上就来到祷告山，在这里住1个晚上，参加隔天的聚会，有什么差别？我说那有很大的差别，因为你前天晚上来，你在这里安静你的心，来到神的面前，跟你清晨从家里出发赶到加利利9点10分20分不一样的，你的心境不一样啊，因为你提早预备心啊。弟兄姐妹参加崇拜也是一样，你不要说我们这个11点聚会我11点到或11点10分到，你提早到，在这里预备心，更多的祷告，圣灵就要做更大的工作在我们的生命里。我们都有会前的祷告，会前的祷告你就应该要来呀，因为那是预备心的时刻啊。你那个预备心你不做，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崇拜的当中这个聚会领受的祝福，跟那个有预备心的人就不一样了。弟兄姐妹，我们预备心来到神的面前，这是非常重要的。加尔文说，祷告有一个预备，最重要的就是专心。如果你要祷告，你要排除其他的事情，要专心祷告。所以为什么需要祷告山？就是让你可以专心在那边好好祷告，在神的面前来亲近他。不是上帝没有在教会，也不是上帝没有在我们的家里，也不是上帝没有在你的职场，在你的公司，
而是因为你到了一个安静的地方，你专心在那里寻求神，神就会施恩给我们。很多属灵的长辈，他们都这样说：如果一个人想要寻求神，到一个灵修的地方，神会在第3天的早上，应该都在10点以前，就会给你答案，关于你所寻求的事情。有人就问我，牧师，为什么会有这种经历？很多人都有这种经历，我自己祷告也有这种经历。第3天的清晨，启示就下来，感动就下来，神给我们的声音就下来。为什么？因为你专心寻求。所以祷告是需要专心在神的面前。当我们越有这样的预备心，你就要从祷告领受祝福，神的同在 with you 就要更多在我们的生命里，那神迹奇事就会不断的发生。那我们从耶稣所教导我们的主导文里面来学习，我们祷告有4个阶段要学习的。第一个阶段就是愿的阶段。愿啊，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啊，就是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亲，愿人都遵从你的圣名，愿你在世上掌权，愿你的旨意实现在地上，如同实践在天上。愿就是你心中的一种心愿，向神倾诉，向神诉说你心里所想的，包括你自己的感受、你的想法、你的感受、你的 thinking、你的 feeling 都可以向神来表达。在祷告里面，我们可以赞美神，我们可以感谢神，我们可以向神说：神啊，我爱你。比如说在诗篇第8篇第1节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第9章1节说：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我要因你欢喜快乐。弟兄姐妹，感恩、欢喜、快乐，这个都是在讲我们的心情。我们没有向他祈求什么，所以愿是在向主诉说我们心中的感恩，我们心中的赞美，我们心中的难过的事情也可以说，向神的爱也可以说。像诗篇18篇第1节说：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你可以跟主耶稣：我爱你，我爱你。这个没有祈求啊，这个没有什么恳求啊，也没有什么代求啊，也没有什么认罪啊，这要表达你心中的那种情感，你的 feeling。神啊，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啊！所以跟神诉说你心中所说的，在我们的祷告文里面也有许多都是在跟神谈聊天讲话，他没有祈求，也没有认罪，也没有代求，是在讲赞美、感恩你的心情。神啊，我今天很高兴。神啊，我今天很难过，因为我的主管今天骂我，今天跟太太吵架了，我的心里很难过。今天我的孩子的表现让我心里很难过。你的表达难过，在神的面前的祷告说辞，这些都是倾诉。愿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向神诉说你的心情、你的想法 ，thinking and feeling， 跟神表达，这都是可以的。方言的祷告是我们在倾诉祷告里面很好的一种方式。在过去我还没有领受方言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个方言的好处。我作为一个长老会的牧师，我过去对方言是非常的抵挡，也是反对的。但是当我自己开始有这个方言祷告的时候，我发现方言的祷告是很好的。甚至英国的神学家他都说，方言祷告能够让我们得着心理卫生呢。他用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他说可以把你的情绪可以疏解。你心里很难过，你心里很不安的时候，方言祷告可以把这些难过、把这些不安从我们的心中排除。是因为方言祷告不用你在想什么，
你就一直在神的面前赞美也好，感谢也好，诉说你的心境也好。所以愿的阶段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第一个祷告的阶段，来到神的面前向主诉说。第二个阶段是求的阶段。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第11节到这个13节，这里说赐给我们今天所需的或是明天所需的饮食，饶恕我们对你的亏负，正如我们饶恕了亏负我们的人，不要让我们遭受承担不起的考验，救我们脱离那邪恶者的手。圣经在这里提到向神祈求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或明天所需要的，就求。当我们向神诉说我们的心情，向神诉说我们的感恩，我们的赞美，完了以后，你就可以进入第二个阶段，就是向神求。向神求你今天所需要的，今天所需要的，无论你在生活上所需要的婚姻生活、家庭生活都可以，你的工作、你的职场所需要的，教会的服事，或者你在小组的服事、团契的服事，都可以把这些你的需要是什么，可以带到神的面前来带到神的面前来，求神来赐给我们所需要的。所需要的祷告是要具体的，你需要什么？有的人来到家里要我祷告，牧师，请你为我祷告。我说你要主耶稣帮助你什么？然后随便呢。我说你要我祷告什么？牧师你自己想就好。是你要还是我要？或许神会启示我，告诉我你真正的需要。那是神有启示我，我知道。但是你要说因为你要我代祷，所以平常我们要请人代祷，都会具体的需要写出来。到底你需要什么？有人会说，主耶稣，求你医治我的肉体。我就要叫他再写清楚。你是哪一个器官生病？是眼睛吗？耳朵吗？牙齿吗？鼻子吗？是你心脏吗？是肝脏吗？还是肾脏还是手还是脚？到底你要神医治你什么？越具体越好你要求神来帮助你什么？要具体的讲具体的说出来。所以当你越有具体的目标祷告的时候，神会更具体的来施恩祝福你。所以这个求的阶段，我们必须要自己说，把所需要的说出来。主耶稣对于一个瞎子来寻求他的时候，他也问瞎子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问巴底买，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说我要能看见，我要能看见。所以你把你所要的说出来，在神的面前。我要我的眼睛的视力更好，我要我的心脏的功能更好，我要我的听力更好，我要我的脚的力量更好，我要我手的力量更好，我要我的头脑的反应更好，都可以讲讲你要的，不要讲主耶稣我的眼睛越来越看不见了我的视力越来越不好了，我的耳朵的听力越来越差了，越来越听不到。这是你要的吗？不是这是你不要的所以你要的要说出来就是你要讲具体的。所以常常在训练这个医治祷告的时候，我说那些不要的不要讲，我奉耶稣基督的名释放你，医治你，让你的眼睛的视力越来越好，心脏的功能越来越好，脚的力量越来越强，越来越有能力，就讲这个就好了，不要讲那个不要的因为我们要求神赐给我们的你所需要的不要的不好的你一直讲那个做什么？
我的眼睛越来越不好，我的头痛越来越厉害，我吃药也吃不好，睡觉也睡不好。你一直讲不好，不好不是你要的，你为什么一直讲呢？祷告求是求你要的嘛。所以弟兄姐妹，很多人祷告是错的，就是把不要的一直讲，要的都没有讲出来，所以我说医病祷告都很简单的，是很简单的。在这个祈求的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祈求是什么？就是求神来赦免我们的罪，求神来赦免我们，求神来医治我们。在诗篇第6篇第2节，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大卫的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可怜我，因我软弱；耶和华，求你医治我，因为我的骨头发战。你可怜我，怜悯我的软弱，赦免我，医治我，让我的罪得着赦免，我的病得着医治。人很多的这个疾病是跟罪有关系，罪包含我们的坏习惯，叫做累患。你一直有一个坏的习惯、不对的行为，我们要求神来怜悯我们，医治我们。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要求神来救我们，脱离那个邪恶的手，脱离我们的敌人，脱离一切的攻击。神可以做的，我们可以祈求，向神祈求我们所需要的，包括罪得着赦免，包括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都是可以的。这个叫属灵征战或属灵的这个抵挡或祷告。圣经雅各也教导我们要抵挡魔鬼，魔鬼就会离开我们。所以你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恶者离开；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邪恶仇敌的势力离开。我们有这个权柄，我们有这个能力，因为你是神的儿女啊！你是神的儿女，神已经在你信耶稣的时候，把这个权柄给你了。你要奉耶稣的名，你是可以的。我过去带领一个姐妹信耶稣，她已经是拜的非常的虔诚，她在新化那个佛寺里面皈依都有衣服他们皈依的人都有那个衣服可以穿的当他来信耶稣他的姑姑带他信主以后，我们带他信主节制，就马上告诉他，万一你有发生什么事情，心里不安或有什么困难，要叫耶稣，叫耶稣。我们就这样教导他。第一天带领他信主，就跟他讲这个事情。他礼拜3来参加祷告会，我们为他祷告，哭一直哭，哭完了，他说他的心中的石头掉下来了，他不是心脏结石这是有一个重担现在掉下来没有了，因为他经济压力很大，被一个叔父骗他去投资，要在花莲开金矿，最后什么都没有，经济非常的困难。他来祷告，开始就来教会聚会，但是有一天的中午休息的时间，他在睡午觉，忽然间有这个恶者的势力来辖制他，压着他，让他快要喘不过气来，他就一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已经来教会信耶稣了，他阿弥陀佛，因为他过去习惯有什么问题叫阿弥陀佛。等他叫阿弥陀佛的时候，那个压的辖制的势力越来越大，让他越不舒服。有一个声音跟他说：“不是阿弥陀佛，叫主耶稣救我，主耶稣救我。”然后就马上改过来了，主耶稣救我，然后叫了2声，那个黑暗的权势就离开，黑暗的权势就离开，他就醒过来，非常的舒服。所以你看，他跟信耶稣还不到1个月，他就有能力抵挡恶者。耶稣的名有能力
不是你有能力，是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奉耶稣的名祷告，神就垂听。神的能力在我们身上，是因着耶稣的名。所以，当我们呼求耶稣的名，我们有能力，神会救我们脱离这些仇敌恶者的攻击。所以，祈求是我们祷告的第二个阶段。祷告的第三个阶段是问的阶段。问的阶段，在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马太福音第6章14、15节他说：“你们若饶恕别人的过错，你们的天父也会饶恕你们；你们若不饶恕别人的过错，你们的天父也不会饶恕你们的过错。”祷告到第3阶段，越来越深了。我们过去祷告常常只会祈求，到第2阶段都停在这里。过去很多人他到庙里去拜拜，咱大家讲伊的猛神托钵，猛神托钵。但是信耶稣以后，因为在教会无圣杯通啊跋杯，无签通啊抽，没有这些东西，所以他就不知道祷告需要问，求问啊。求问的祷告是现在的基督徒最不会的一种祷告，因为没有求问就没有第4阶段，所以要学习会求问神。关于我所祷告的这些事情，祈求的这些事情，想要的这些事情，你要问上帝，这是不是你的心意？也要问上帝，在我里面有什么问题？我自己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会今天我事情到这种地步？为什么我今天落到这样的一个境况？都是有问题啊，不是没有问题，只是你不知道。所以你要求问神，我想要这样做，我祈求这个，有什么拦阻？有什么问题？我们看到圣经耶稣这里所讲的，你们若饶恕别人的过错，你们的天父也会饶恕你们。不饶恕常常是祷告最大的拦阻，就是你心中对人的不饶恕，充满了怨恨，充满了怒气。如果有怒气、有怨恨在你的生命里，你的工作、你的服事、你所做的事情，慢慢的就会越来越没有果效，越来越没有祝福，最后可能是全盘的崩溃。所以心中的愤怒要向神祈求，我有吗？我现在还有气谁吗？我现在对谁很不满吗？我有恨他吗？这个要求问神。所以诗篇139篇23到24节，大卫祷告说：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所以要求神来光照我们，问神：神啊，在我的内心里面还有什么亏欠？对你有什么亏欠？对我的亲人，对我的家人有什么亏欠？以至于我今天的生命落到这样的地步。要求神，求问神啊，要问神。求问神不仅求问我们自己内心里面的问题、隐藏的恶，我们还可以向神求问。求问什么？求问这个谁啊？谁适合来帮助我？谁适合来做这个工作？你也可以向神求问呢。求问什么？要怎么做会比较好？我要怎么做会比较好？我们看到大卫，他向神求问，《撒母耳记上卷》23章第1节到第3节。大卫是一个祷告的人，他不会犯错，但是圣经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为什么？因为他凡事祷告。撒母耳记上卷23章记载，
当大卫想要去攻打非利士人的时候，要救基拉人，他向神求问。第2节说，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去攻打那些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大卫是勇士，大卫是有能力的将军，对他个人来讲，属世上所有的能力都很好，他可以打倒歌利亚非利士的领袖，他怎么还要问上帝？说就出兵就好了。但是他还是问上帝啊，我要去跟非利士人征战，救基伊拉人，可以不可以？可以不可以？所以，当我们有想法，当我们有计划，你要把这个计划、这个想法带到神的面前求问，这样可以吗？这样好不好？不是想一想而已，也不是只会大家开会讨论而已，进入祷告，才明白神的心意。所以第3节，神就回答他：耶和华对大卫说：“你可以去。”你可以去，所以他去就攻打，就得胜了。但是得胜了以后，他想要住在基伊拉人的当中。基伊拉人对大卫来讲，大卫是他们的恩人啊，因为救他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他想要住在那里，他不是我想要就住下来。他还继续的祷告问上帝。第10节以后，大卫祷告说：“耶和华以色列上帝啊，你仆人真听了扫罗要往基伊拉来，为我的缘故昧城，基伊拉人将我交给扫罗的手里，不交啊。”他问上帝：“我住在这里安全吗？这些人会把我出卖吗？”用人的经验、理性来思考，大卫是他的恩人，住下来当然要保护他。用理性跟经验思考的不够，他问上帝：“扫罗会来追杀我吗？基伊拉人会把我出卖交给扫罗吗？”上帝的回答说：“扫罗会下来，基伊拉人会把你交给扫罗。”所以他就离开，不住在那里。大卫的一举一动，凡是寻求、求问上帝，不是依靠他的经验，不是依靠他自己的想法跟计划，求问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但是很多的基督徒祷告都没有来到这里，就是我自己想要这样做，上帝啊，求你帮助我。让我去做这样做工作的时候能够顺利。如果你那个计划是合乎神的心意，当然神会帮助你。但是如果没有呢，神不会帮助你的。所以要求问，问上帝，问上帝，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吗？在我里面还有什么不饶恕的吗？还有什么愤怒对别人的愤恨吗？我想要这样做可以吗？如果你都没有计划，你就问上帝要怎么做比较好。可以问，问完了以后，就要进入第4个阶段，叫听的阶段。听神说，这个是等候的阶段。基督徒在学习祷告的课程里面，等候、听，很多人是没有学到的，也没有做的。等候神，这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因为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在第3节里面说：“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属于你，直到永远。”祷告到最后，就是神掌权，神掌权啊！国度、权柄、荣耀、权势都是他的。因为他是主，他是父，你是儿女，所以他掌权。最后，神啊，让我祷告这件事情，让你掌权。
要按照你的心意。所以听的阶段是祷告的最高阶。但是我们常常学习祷告，没有教导，也没有操练这个，所以都不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只是要上帝按我们的心意来成就，所以常常出问题。因为祷告不是单行道，你向主倾诉，你向主祈求而已。祷告要求问，求问了以后就要听神怎么说，他的心意是什么？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他的，不是你掌权，是神掌权。权柄是他的，荣耀是他的，他是我们生命的主宰。所以信耶稣不是让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而已，信耶稣是让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所以当我们到最后这个听的阶段，请听神的时候，你要用比较长的时间来等候，在神的面前。神对我们说话会在2个层面对我们说话，一个层面是生活上的层面，借着我们的生活，你生活的环境，你每天的生活，神在对你说话，你祷告以后他在对你说话。但是如果你不懂，你就不清楚，神借着环境跟生活对我们说话。神会借着生活怎么对你说话？第一个就是心里不安，让你心里不安，你想要做这件事情，你的心里会不安，这个就是神在对你说话，不行，不能做。第二个就是身边爱你的人，身边爱你的人，好，先生要做，太太他有没有问你？你有没有给他什么建议？所以夫妻不是同林鸟儿，生命的共同体。所以弟兄的问题，姐妹也要负责；姐妹的问题，弟兄也要负责。为什么？因为你是他身边所爱的人啊！你怎么都没有提醒他？你怎么都没有注意？所以神会借着身边所爱的人提醒我们。第3个就是不寻常的祝福，你不是很努力哦，但是好像运气不错。这个运气不错是神在提醒你要更爱他，不是说啊我没啥认真嘛有赚钱，我没啥认真读书考试还袂歹，哎，你要注意了，神在提醒你要认真一点，提醒你要爱他多一点。第4个就是没有答应的祷告，你为什么一直祈求神都没有回答你？你怎么祈求神都没有祝福你？不回答的祷告，不应允的祷告，就是神在说你要调整，平常都要调整的，就是跟神的关系，你的敬拜出问题了，再来就是家人的关系出问题了，再来就是借着挫败。当我们做这个也没有成功，做那个没有成功的时候，神是借着挫败、失败，在跟你说，你这样下去是不对的。再来就是意外事件，怎么最近跑出去，车子撞到别人了，弄到电话条，各个回事的，哎，你为什么最近意外一直发生？这个意外那个意外，突然间发生的事情，这个偶发事件，神已经在告诉你了，你最近这样的状况是不对的。另外一个就经济的崩溃，就是经济产生极大的难处跟问题，神也借着这个在提醒你，在跟你说话了。另外就是重大的疾病跟伤亡，发生重大疾病的人，神也是在对你说话。你的习惯有一些不对，要调整。哎，饮食习惯啊，你太多的焦虑啊，这种一直过度的压力啊，都会。
神在要我们调整我们的生活，但是我们有没有注意到？如果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等候他，神就会让你想到这些事情。为什么发生这些事？神在对我说什么？在提醒你什么？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在敬拜祷告当中领受的。当你在祷告来到神的面前，安静等候寻求的时候，神会借着异象向你启示，借着晚上睡觉异梦向你启示，会借着忽然起来的意念，读圣经的时候产生的意念，祷告的时候产生的意念，特别是理性的人，常常用理性思考的人，神会给你祷告以后的意念，那个意念是神在对你说话。还有就是微小的声音，只有你听得到，别人都听不到。另外是借着有属灵恩赐的人，你去请这些有属灵恩赐代祷者为你祷告，他从神那边直接领受启示对你说。另外就是借着我们的良心，你要做这件事情，你对得起你的良心吗？你对得起你的良心吗？如果你的良心通得够，认为没有问题，良心在对你说话。另外，你也可以用抽签的方式，好或不好，祷告以后抓起来，你抓了3次，1次说不好，2次说很好，2个圈圈1个叉，圈圈的比较多，当然就比较好。如果3次都圈圈，那最好。那如果2次叉叉呢？3次都叉叉，你绝对不能做。因为你虽然用抽签的方式，但是神也借这个，因为你祷告了，神对你说话。所以有什么神不能向我们说话的？你必须要学习在神的面前等候，神就会对我们说话，神会帮助我们的。所以诗篇25篇第3到第5节啊，25篇3到5节，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唯有那无故行奸诈的必要羞愧。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路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上帝，我终日等候你。弟兄姐妹，大卫是这样的人，终日等候神，在神的面前等候，求神将他的道路指示他，教训他，用他的真理引导他。弟兄姐妹，如果你愿意过这样的生活，祷告以后，最后在神的面前安静等候，直到神跟你回答，你才行动，你一定会成功。但是如果你不等到神回答你就自己行动，你要自己负责，神不会帮你负责的。最后的结局一定是失败跟不好的，不是你想了计划了就好，也不是开会了就好，因为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所以祷告你必须进到第4阶段，听神说，才能决定你要开始行动。所以弟兄姐妹，祈祷是需要操练的，祈祷是需要学习的。只有祈祷，好好的祷告，会看到圣灵极大的工作在我们的生命里，你就能够继承父所应许要给我们所有的产业。所以你不论到哪里，你都可以操练学习。第1个阶段愿的阶段，第2个阶段求的阶段，第3个阶段问的阶段，第4个阶段听的阶段。一定要听到神的声音才行动，你才会成功，神才会祝福你的生命。不然你虽然信耶稣，你虽然来到教会，你还是会遇到许多你想象不到的挫败跟问题。神会解决我们的问题，当我们万一软弱了，就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重新来过就好了。神就会帮助我们，
愿神帮助我们，在圣灵降临节的这个非常重要的日子里，让我们学习用祷告，让神的同在 with you， 跟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同在，不是只有信耶稣那个时候的应有，也不是过去你曾经有过的恩膏 upon you。with you 是借着祷告而来的，你必须要祷告敬神，神就会恩待你。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我以祷告来到你面前，求神来帮助我们学习谦卑的祷告，更多的祷告，神会恩待我们。纵然你过去曾经祷告挫败，没有得到应许，不要灰心，重新来过。今天就是你再次回转的时候，神要恩待你，神要怜悯你，神要施恩给你，带领你往后的日子领受那丰盛的生命的祝福。